妈，学学怎么死，敢不？我可怜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孩子，可怜呐！这里条件有限，没法做防腐处理，只能用柚子叶水做个简单处理，请家属们理解。那喝口水，叔叔。没事吧？我洗过手了。谢谢。什么时候能走啊？现在知道死是什么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这条道，看见没？黑黢黢的，然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，不能拐弯，也不能回头，只能往前走。就这条道，一直走到黑，这就是死。你为什么会干这个？能挣很多吗？进去吧。死者张红，女，30岁，因为超生被亲生父母遗弃。1年前得知自己的养女身份，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寻亲，找到亲生父母3天后，于昨日下午2点，在亲生父母家中突发心脏病猝死。奇怪的是，灵堂之上，遗弃他的亲生父母哭得肝肠寸断。抚育他的养父母却沉默的如同2具被掏空的雕塑。女儿啊，女儿，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，本来家里就困难，你弟弟又那么小。有些人啊，就喜欢用眼泪喝大嗓门，来证明自己没错。哼，和我妈一样。你妈可没把你给别人啊！哦，原来做父母的标准这么低啊！没把小孩送人就应该被歌颂了？不用你歌颂，那至少你得知道你不是风给吹大的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拿着吧。哎，就当是辟邪了。
时辰已到，闭关。盖棺不回头，请家属配合。家属冷静啊，别耽误了吉时。别拦着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回家吧。起棺。你不用管我，你去忙啊。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？困了，想睡觉。行，那你就回去先睡上一大觉，然后睡醒了呀，打这个电话。工作的事儿，我替你张罗好了。我不喜欢工作。你不是不喜欢工作，你就是害怕被拒绝。这个不会，这负责人是我初恋，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。什么工作啊？干嘛的？化妆师，跟你专业也算对口吧。有件事我一直挺想不明白的，为什么所有关心你的人都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？为什么不能让喜欢工作的人工作，让喜欢躺平的人躺平，想卷的努力卷，想佛的尽情佛呀？天哪，你真的是醉了！推塔呀，会不会推塔呀？我们虽然没给社会带来所谓的价值，但我们也没有给其他人造成过伤害啊。做自己不好吗？不行吗？除了囊中羞涩的时候。心真硬，苏文静。喂，您是高老师吗？啊，我是，您哪位啊？我是苏荣的侄女儿，她让我联系您。哦，是你呀，总算等到你电话了。明天上午8点来我办公室找我啊。你办公室在哪儿啊？那个幸福路998号。